我話你知，我上次喺街見到個住超短褲嘅女仔好吸引，我見隔籬個阿叔偷偷拎起手機係咁影。喂，你知唔知啊？雖然而家條街係公眾地方，但影相嘅目的好影響你會唔會犯法㗎？如果你影人哋係為咗滿足自己嘅私，例如影裙底或者 focus 住某啲敏感部位，就算你冇掂到佢，都已經可以構成破壞公眾體統罪或者遊蕩罪。更加唔使講，如果你將呢啲相放上網流傳，仲有機會被控違反不誠實取用電腦嘅相關罪行，罰則可以好重要坐監㗎。換句話講，喺街見到奇怪或者有趣嘅事，影相自保或者做證人係可以嘅，但你鏡頭一定要對住件事，唔好對住人哋身體某啲部位。就算係影風景，如果影到人哋大頭，尤其係細路仔，都最好問過人哋先，費事惹官非。下次唔好以為街係公眾地方就可以任意捕獲野生動物咁影人啦。